消防队公园分队办公厅舍伫咧106年开始编列有算，经过将近5冬的时间，伫咧7月上午，市长会提甲消防局长李明峰，佮有当地议员的见证之下来进行启用的仪式。市府愿意作为拍火兄弟上好的靠山，所以特别打造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，让消防兄弟因伫咧执勤以外的时间，会当有适当的休困所在。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。事实上，从106年起开始，陆陆续续编列经费，按年来编列。那今天总共花了这个分队总共花了3600万。可是如果说是最近才动工的话，因为原物料上涨，人工费用也上涨，可能就要更高了哈。那所以说我们很多事情今天不做，明天就会后悔。所以我们在一些市政建设也是一样。那我们谢谢消防局许多消防弟兄们，不管在年节的时候，不管是疫情来的时候，大家对于病患、伤患的再送，或者是这个消防抢险，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，这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。我们感谢他们，也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厅舍。那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们去年也添购了一部2700万的云梯车，所以说对于他们能够在救灾抢险的时候的安全保障以及效率，一定大大能够提升。市长甲消防局长协同当地议员甲里长做伙来进行剪彩。现场嘛有开元国小的人狮战鼓队为听声的乐声带来精彩人狮表演。另外，针对桃园已经爆发群聚的状况，市长表示，如果疫情一摆爆发，会随着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，看状况来调整相关的防疫措施。这是依照往例一样了。如果说疫情升温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升警戒的层级的话，那不只是台南了，全国都会活动都会停止，餐厅内用一些也会停止了。那现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并没有做这样的宣示，我们当然遵从。另外，有一些活动，如果真的别的地方没有疫情，台南产生疫情的话，我们自己当然也要有所警惕嘛。那所以说，像桃园现在已经有疫情传出来，所以它有一些戴口罩的规定就变得更严格。那将来如果我们希望台南不要有疫情，但万一台南有疫情的话，我们也会相对应的做一些调整。那所谓的活动停办或停止，这个过去曾经也发生过啦，像2020年小英总统在拜庙的行程也因为疫情发生就停止了。那我们台南的国际蓝展我们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停止了。古都马拉松也因为疫情关系也停止了。然后有一些球赛像那个 U12也是停办了。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并不是说现在要停办，绝对不是，是说如果疫情升温，中央规定要停止，我们就会停止。那如果疫情这个升温，疫情单独发生在台南市出现重大疫情的话，我们该停就会停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